近日，香港娛樂圈又掀起一陣大風波，原本萬眾期待嘅謝霆鋒進化演唱會，竟然意外變成一出轟動全港嘅家庭倫理大龍鳳。隨着一連串驚人消息爆出，謝霆鋒、王菲、張柏芝同埋經紀人霍汶希之間錯綜複雜嘅關係被推到咗風口浪尖。據知情人士透露同公開資料整理，呢出大龍鳳唔單止牽動咗無數粉絲嘅心，仲喺娛樂圈內外引發咗廣泛爭議。2025年4月24號晚，謝霆鋒喺香港啟德體育園舉辦咗一場睽違20年嘅個人演唱會——進化演唱會。呢場演唱會自官宣以來就好受矚目，預約搶票人數超過100萬，門票一票難求，黃牛票價錢仲被炒到驚人嘅17萬蚊人民幣一張。演唱會現場，謝霆鋒以經典嘅粵語作品為主打，為觀眾帶來咗一場視聽盛宴。不過，就喺演唱會進行得如火如荼嘅時候，一條突如其來嘅消息好似晴天霹靂咁，令到現場氣氛瞬間凝固。據港媒報道，謝霆鋒嘅經紀人霍汶希突然現身演唱會現場，仲帶埋一個11歲女仔，話呢個女仔係謝霆鋒嘅私生女，而且血型驗出嚟同謝霆鋒匹配度高達99.99%。據現場目擊者描述，當霍汶希帶住女仔出現喺演唱會後台嘅時候，現場工作人員同保安都感到好震驚。霍汶希神色凝重，但眼神堅定，佢緊緊拉緊女仔嘅手，好似要俾佢無盡嘅力量。女仔就表現得有啲緊張，但又唔失勇敢。佢不時抬頭望向舞台上嘅謝霆鋒，眼中閃爍住複雜嘅情緒。霆鋒，我有嘢要同你講。霍汶希喺工作人員引領下，終於嚟到謝霆鋒嘅休息室門口。門慢慢打開，謝霆鋒睇到霍汶希同女仔嗰一刻，面色即時變咗。佢呆咗幾秒，然後迅速恢復鎮定，示意佢哋入嚟。呢個係咩意思？謝霆鋒嘅聲音有啲顫抖，但佢努力保持住冷靜。霆鋒，呢個係你嘅女。霍汶希嘅聲音堅定而有力。我哋做過血型鑑定，匹配度高達99.99%。謝霆鋒聽到之後，身體不禁微微一震。佢望向女仔，女仔都正正抬頭望住佢，兩人嘅目光喺空中交匯，好似有千言萬語喺無聲中傳遞。隨着私生女事件持續發酵，越來越多嘅內部人士開始站出來爆料。據一位唔願透露姓名嘅知情人士透露，霍汶希同謝霆鋒之間嘅關係一直都好密切，兩人唔只係工作上嘅伙伴，仲係生活中嘅摯友。不過好耐之前，佢哋兩個就有過一段同居嘅日子。其實霍汶希一直都好中意霆鋒，只不過霆鋒之後同張柏芝喺埋一齊。呢位知情人士透露，之後霍汶希發現自己懷孕，但佢冇話俾霆鋒知，而係選擇獨自生呢個仔女。據呢位知情人士進一步透露，霍汶希之所以選擇喺呢個時候曝光呢個秘密，係因為佢覺得自己已經唔可以再獨自承擔呢個責任。個女已經大個，佢有權知道自己阿爸係邊個。霍汶希喺接受媒體採訪時含淚表示：我希望霆鋒可以承擔起一個阿爸嘅責任。就喺霍汶希帶住女仔現身演唱會現場嘅消息傳開之後唔久，王菲都突然出現喺演唱會現場。佢原本係嚟支持謝霆鋒嘅演唱會，但冇諗到就意外撞見呢一出家庭倫理大龍鳳。據現場目擊者描述，當王菲睇到霍汶希同女仔嘅時候，面色即時變得煞白。佢呆咗幾秒之後，突然衝向舞台中央嘅麥克風架，一把攞起咪高峰，狠狠咁摔喺地下。然後佢又從袋入面攞出一本已經發黃嘅婚書，當住所有人嘅面將佢撕到粉碎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愛情咩？王菲嘅聲音帶住無盡嘅哀傷同憤怒。你竟然仲認佢哋？謝霆鋒，你真係令我太失望。謝霆鋒聽到之後，面色變得更加難睇。佢嘗試上前安撫王菲，但王菲就一把將佢推開。你唔好碰我！王菲怒吼道：你個騙子！我再唔想見到你！現場一片混亂，觀眾同媒體記者紛紛湧向舞台中央。保安嘗試維持秩序，但無奈人太多，根本控制唔到局面。就喺王菲摔咪高峰撕碎婚書嘅消息傳開之後唔久，張柏芝都喺自己直播間入面對呢件事發表咗睇法。佢坐喺鏡頭前面
面上掛住一抹冷笑，好似一切都在佢預料之中。其實我早知嘅，張柏芝淡淡咁話，只有傻仔先唔知咋。佢所講嘅傻仔係指王菲。跟住張柏芝又話風一轉，開始講起自己同謝霆鋒嘅過往。想當年我俾佢生咗2個仔，佢仲係對我始亂終棄。張柏芝嘅眼中閃過一絲淚光。而家好啦。張柏芝呢番話立刻引發咗網友們嘅熱議，有人支持佢勇敢站出來為自己發聲，亦有人認為佢係借機炒作自己。但無論如何，張柏芝呢番話無疑令到呢出家庭倫理大龍鳳變得更加撲朔迷離。面對外界嘅紛紛擾擾，謝霆鋒終於喺演唱會結束之後，通過經紀公司發表咗一份官方聲明。佢喺聲明中表示，自己會盡快查明真相，並俾所有關心呢件事嘅人一個交代。對於近日發生嘅私生女事件以及王菲同張柏芝嘅言論，我深感震驚同痛心。謝霆鋒喺聲明中寫道：我深知自己嘅責任同義務，亦明白外界對我嘅期望同要求，所以我會盡快查明真相，並俾所有關心呢件事嘅人一個滿意嘅交代。同時，謝霆鋒仲表示，佢會暫時停止所有工作，專心處理呢件事。我希望大家可以俾我啲時間同空間嚟處理呢個棘手問題。佢喺聲明中最後寫道：我相信真相一定會大白於天下。就喺謝霆鋒發表官方聲明之後唔久，霍汶希都通過社交媒體發表咗自己嘅睇法。佢表示自己之所以選擇喺呢個時候曝光呢個秘密，係因為佢希望謝霆鋒可以承擔起一個阿爸嘅責任。我知道呢個決定對我嚟講好艱難，但係呢個係我必須要做嘅。霍汶希喺社交媒體上寫道：我希望霆鋒可以正視呢個問題，並承擔起一個阿爸應有嘅責任同義務。同時，霍汶希仲表示佢會全力支持個女嘅成長同發展，無論將來發生咩嘢，我都會一直陪住佢身邊。佢喺社交媒體上最後寫道：我希望佢可以健康快樂咁成長。隨着謝霆鋒同霍汶希相繼出聲，王菲同張柏芝之間隔空過招都越嚟越激烈。兩個人喺社交媒體上互相指責對方唔啱，仲唔惜爆對方嘅隱私同醜聞出嚟。王菲喺社交媒體發文講：我從來冇諗過要傷害任何人，但我都唔俾任何人傷害我。佢暗示張柏芝係借呢件事炒作自己，仲警告佢唔好再繼續落去。而張柏芝就完全唔示弱，回應話：我只係講出事實咋，你有咩資格指責我？佢反駁王菲係扮清高同無辜，仲暗示王菲都有唔可以講得出嚟嘅秘密。兩個人隔空過招，令到娛樂圈再次掀起風波。網友紛紛站隊支持自己中意嘅明星，喺社交媒體上展開激烈嘅辯論同討論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私生女事件曝光之後唔久嘅一個深夜，謝霆鋒同霍汶希進行咗一次長達幾個鐘頭嘅深入傾偈。兩個人喺一間私密性超高嘅餐廳相對而坐，氣氛凝重又緊張。你點解要咁做？謝霆鋒首先打破沉默：你知唔知呢件事對我影響幾大？霍汶希聽到，眼淚唔受控制咁流咗出嚟。我都唔想咁。佢哽咽住講：但我真係冇辦法。個女已經大個，佢有權知道自己阿爸係邊個。謝霆鋒沉默咗一陣，然後慢慢咁講：我知道呢件事對你嚟講好艱難，但我都有自己嘅苦衷。佢坦言一直將霍汶希當姐姐睇，從來冇諗過會有今日呢種局面。咁你而家點打算？霍汶希問：你唔會打算一直咁逃避落去咩？謝霆鋒搖咗下頭：我唔會逃避。佢堅定咁講：我會盡快查明真相，俾所有人一個交代。兩個人之間嘅對話充滿無奈同悲傷。佢哋都知道呢件事對彼此影響幾大，但都明白自己要面對現實，承擔起相應責任。隨着私生女事件持續發酵，全港媒體同公眾都將目光聚焦喺呢件事上面。各大媒體紛紛派記者去現場採訪相關人士，仲試圖挖掘更多內幕同細節。公眾對呢件事睇法都唔同。有人覺得謝霆鋒係個唔負責任嘅男人，居然仲有私生女。有人覺得霍汶希係借呢件事炒作自己，仲想利用呢件事嚟要挾謝霆鋒。
仲有人覺得王菲同張柏芝之間隔空過招，只不過係互相攻擊同詆毀對方咋。無論如何，呢件事都已經變成全港輿論嘅焦點同熱門話題。佢唔單止牽動咗無數粉絲嘅心同神經，仲喺娛樂圈內外引發咗廣泛爭議同討論。